其實Kyoto係好靚一個地方嚟，好多啲古物啊，同埋一啲寺廟啊。哇！原來紅葉係咁靚，同埋我感覺係好舒服啊！我覺得而家嘅美嘅一樣嘢呢，大家嘅定義可能已經唔同以前嘅睇法。而家美係要有個性美，唔係淨係得個即係砌出嚟個咁嘅樣咯。這次的工作裡頭呢，我被賦予一個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任務，就是要把梅姐表現出她一個比較古典，甚至是比較東方的這樣的一個妝容。嗰個髮型嗰度咧，就選擇咗呢個稍微偏 copper 紅少少嘅顏色咧，可以帶出嗰個膚色，即係會出嚟比較白啲啦，會靚啲、乾淨個效果咯。我自己會欣賞性格美同埋內在美多啲。佢係一種令人好舒服、好自然同埋好有一種修養嘅美。我覺得自然啦，同埋比較清純啦嚇，咁我覺得最緊要俾人感覺係好舒服嗰種係叫靚。天生麗質就是美咯。我諗每個男仔嘅眼中，女仔嘅定義就係溫柔同體貼啦。我會認為我自己一個頗男仔好難搞嘅一個女性咯。私底下其實我都希望我可以學到一啲溫柔嘅，但係我覺得呢啲係天生嘅，好難學得到。美麗對我嘅定義就係自信心。咁我覺得我自己都好開心，今次可以做一個咁嘅代言人啦。咁亦都希望我可以稱職啦。大角咀咯，即係我哋而家望後邊嘅，咁亦都見到好多紅葉啊，好靚嘅地方。今次嚟到京都嚟講咧，拍呢個廣告嚟講咧，我覺得拍得佢好靚啦，同埋佢亦都好專業，響咁冷嘅天氣啊，咁我哋大家都拍得好順利啦。Modern beauty